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進優生活。講起喺香港揾安老院，相信好多朋友都會覺得係一門大學問，環境好唔好，照顧夠唔夠，最重要嘅係價錢負唔負擔得到呢？今日我哋就帶大家嚟到紅磡開箱呢間開業冇幾耐，充滿北歐風情嘅優質私營安老院進優生活，仲會同大家大揭秘私院嘅價錢收費，同埋教你點樣善用政府嘅院舍券，用最抵嘅價錢享受酒店級嘅服務。即刻跟我去睇下啦！進優生活護理安老院位於九龍紅磡利工街，地理位置好方便。呢度係2023年年底全新開業，設施非常新。一入到嚟，你會發現呢度完全冇傳統安老院嗰種壓迫感。全院樓高2層，總樓面面積達到18000平方尺。呢度主打北歐優雅嘅設計風格，用咗好多木系元素同埋柔和嘅燈光。唔講以為去咗酒店啊！呢度寬敞嘅空間感喺寸金尺土嘅香港嚟講真係好難得。即刻同你睇下房啦！呢款專為長者設計嘅專上雙人套房，唔單止空間開揚，仲引入咗先進嘅樂齡科技，為住客提供一個私隱度又安心嘅居住環境。我最中意就係呢個大窗，採光度極高，天氣好嗰陣打開窗，仲可以呼吸下新鮮空氣，心情都靚啲啦。除咗環境舒服之外，呢度嘅硬件更加係高科技啊！房入面有2張標準單人床，係配備咗先進嘅樂齡科技智能護理床。床上面有齊睡眠檢測同離床感應系統，萬一長者半夜離床太耐冇返嚟，系統會即刻通知護理站，大大減低長者跌倒嘅風險啊！床頭同床邊當然唔少得平安鐘，隨手撳個掣就可以揾到人幫手。而生活配套方面，真係好似屋企咁，大衣櫃嘅收納空間好足夠，仲有私人書台、高清電視機同埋可以獨立調節嘅冷氣系統，自主度都好高。每間套房配備獨立無障礙洗手間，設計考慮到長者嘅行動需要，空間寬闊之餘，仲有防滑嘅地板同埋安全扶手，加上酒店級嘅舒適享受，屋企人安排長者入住呢度自然更加放心。睇完咁靚嘅環境，大家心入面一定有個疑問：呢度裝修咁好，服務咁好，係咪一定貴到飛起呢？但係其實只要適用政府嘅院舍券，其實住豪宅都可以好實惠。等我舉個真實例子俾大家聽，好似陳婆婆咁，佢因為行動不便，又有長期病患，需要護理員全天候24小時照顧。佢屋企人想佢住得舒服啲，所以揀咗我哋嘅豪華雙人套房入住。我哋先講一講原價。單計床位費每個月係25504蚊，再加上每個月嘅服務費係7062蚊，即係話如果陳婆婆喺冇任何資助下，每個月就要俾32566蚊埋單。聽到呢個數唔好話你啊，連小編我都覺得好大壓力。不過因為陳婆婆有申請政府嘅院舍券，經過資產審查後被評定為0級，即係獲得最高資助額。喺呢個情況之下，政府每個月會資助佢17015蚊。睇下條數，即刻唔同晒。陳婆婆而家淨係每個月需要俾15551蚊。大家睇下條數，其實15000幾蚊就可以住到紅磡區全新裝修，又有專人照顧嘅豪華套房。除返開每日其實都係幾百蚊，真係好抵住。所以話千祈唔好因為見到私院2個字就卻步啊！最緊要係識得揾資助。如果你或者屋企人有意透過院舍券入住進優生活護理安老院，記得要先完成社署安老服務統一評估。覺得程序好複雜，唔緊要，你可以直接向你嘅社工提出申請，或者直接打俾我哋22199343，我哋都會幫你揾到最合適嘅方案。